用咗訂製嘅板材，決定咗家具嘅顏值、壽命以及環保性。市場上常見嘅板材咧，主要有以下幾類啦。第一係顆粒板，亦都所謂嘅爆花板，結構咧係用木屑顆粒加膠合劑高溫壓製而成嘅。佢嘅優點就係平同埋性價比高，佢適合標準化嘅生產，所以你哋可以見到好多上網買嘅全部都係用顆粒板或者係木板。個缺點咧就係防潮性一般，鑊叮力咧中等，適用於乾燥環境嘅衣櫃、電視櫃等乾燥區域。第二咧就係密度板啦，密度板咧亦都稱之為纖維板。喺結構上面嚟講咧，佢係用木質嘅纖維加膠合劑壓製而成嘅。佢優點就係表面比較平整同埋細膩，適合易於加工造型。缺點咧就係防潮性極差，喺負重方面咧亦都好容易變形。佢適用於喺裝飾性強乾燥環境嘅門板或者係一啲造型嘅部件，因為佢好容易做造型。第三種咧就係我哋嘅多層板，亦都係我哋嘅膠合板。喺結構方面咧，多層板係由多層單板交錯交合而成嘅。佢嘅結構性好穩定，鑊叮力都非常之強，防潮性能比較好。缺點係價格會比顆粒板同密度板要高。佢適用於喺多種嘅空間，尤其係需要承重嘅櫃體使用。簡單嚟講，佢適合用於櫃體。第四種咧就係實木板，天然整塊木材，紋理自然美觀，環保性好，耐用性強，但係佢價格比較高，容易受溫度濕度影響，容易變形。記住做功課，實木板係容易變形㗎。好多業主都揾我問，係咪用實木最好？咁你唔驚變形，你咪用咯。其實實木係好容易變形噶，佢適合用於高端訂製、注重自然質感嘅空間。第五種咧就係海洋板，佢係用特殊嘅防水處理過嘅比較優質嘅木材而做出嚟嘅多層單板，佢有卓越嘅防潮防霉性能，成本比較高，而且都比較重。佢適合用於廚衛、陽台、地下室等高濕環境。所以綜合嚟講咧，我哋買嘢唔可以淨係睇價格，要睇翻我哋嘅使用環境、功能需求同埋環保要求，綜合考慮。有問題嘅話可以私信問我，關注我，我係曉峰，帶你裝修好你屋企。